樂韻飄送，粵劇或花道。濃茶咖啡留如香飄於風中，更是美好。老伯用毛筆書寫，那幅字太優美，自祝福這裏要跨出新世紀。伴我一起，鬧市裏嬉戲，這小城達滿憶記。城中幾段傳奇，快將而來傾聽。伴我一起，鬧市裏嬉戲，風光是無限美，遠山的景緻，深刻雋永，在心中有情，城市方顯得美。在故事路相甜，舊夢在新橋。從前父親曾同上許多經典，永樂戲院，看昨日如川飛揚，到今日這都市，有高低起跌，有滄桑的變遷。伴我一起，鬧市裏嬉戲，這小城達滿憶記。城中幾段傳奇，快將而來傾聽。伴我一起，鬧市裏嬉戲，風光是無限美，遠山的景緻，深刻雋永，太多的故事而角色源自你。鬧市裏嬉戲，這小城達滿憶記。城中幾段傳奇，快將而來傾聽。伴我一起，鬧市裏嬉戲，風光是無限美，遠山的景緻，深刻雋永，在心中有情，城市方顯得美。太多的故事而角色原是你。華夏小靈精家國情懷繪本動畫24節氣。咩係24節氣？你咁專心喺度睇緊乜嘢啊？我喺度閱讀緊24節氣嘅知識。大鳩啊，乜嘢係24節氣啊？24節氣係中國人特有嘅時間知識體系，透過觀察太陽嘅運行軌跡，指出一年中氣候變化嘅周期規律，作為農耕同日常生活嘅指南。哦，咁24節氣係點嚟㗎？24節氣係從黃河流域開始逐步發展起嚟噶。咁古人係用乜嘢工具嚟定節氣呢？我哋嘅祖先最初會將一根杆立喺地上，透過測量正午太陽影子嘅長短嚟確定夏至同埋冬至嘅日子，然後再確定春分同埋秋分嘅日子。後來大家按照日月運行嘅位置、天氣同動植物生長等自然現象之間嘅關係不斷加以完善，到咗秦漢時代，24節氣就形成咗啦。24節氣彰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嘅理念，喺2016年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，又被譽為中國嘅第5大發明添。既然大家放假得閒喺屋企，就等我帶大家一齊認識一下24節氣啦。好啊，我哋都好想知道。
24節氣係點樣劃分嘅？我哋知道地球自轉一周就係一日，而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周就係一年。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圈嘅軌道係近乎圓形嘅橢圓，亦就轉咗360度。而14節氣就係按照地球喺呢個公轉軌道上每前進15度，即劃分出一個節氣，而每個節氣相隔大約15日。咁樣每個月就有2個節氣，每一季就有6個節氣，一年12個月，啱好構成14個節氣。節氣表示出氣候嘅變化，所以24節氣就反映咗一年24種唔同嘅氣候變化特徵。大家坐穩啊！我哋準備降落啦！知道。立春，哇，好靚啊！春暖花開，原來立春嘅花已經開得咁靚啦。咩係立春啊？立春就係每年農曆新年前後，立係開始嘅意思。立春表示最凍嘅日子已經過去，春天開始啦。萬物復甦，大地呈現出一片生機。我國古代好重視呢個節氣，認為係24節氣之首，每人都喺呢一日過春節。直至百幾年前嘅民國初年，先確立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，過新年嘅傳統，於是喺大年初一繼續傳承落嚟。雖然立春表示春天嘅開始，但係呢個時候冬季嘅冷空氣仲未有完全消退，氣溫會忽寒忽暖，所以各位小朋友仲係要注意天氣變化，避免凍親啊！咦，火火同大舊喺度做咩啊？民間流傳喺立春、春分、端午或者秋分當日立蛋或者豎蛋，蛋可以立起嚟。雖然缺少科學根據，但各位小朋友不妨一齊體驗一下呢種傳統民間遊戲。我哋都要試下。唔好爭先恐後啊！大家要守秩序，排隊一個個嚟啊！雨水，立春過後，氣溫逐漸回升，冰雪融化成水，空氣變到濕潤，雲雨逐漸增多。雨水嘅節氣表示冬季少雨嘅現象就嚟要結束啦。我國南方係水稻嘅重要生產區，呢個時候農夫會廣泛播種，利用雨水幫助秧苗成長。雨水前後，人們會慶祝元宵節。我哋會去花燈會食湯圓同猜燈謎，一齊度過愉快嘅節日。哇，嗰邊好熱鬧啊！我哋都去參加啦。好啊！驚蟄，好得人驚啊！唔使驚，嗰啲只係驚蟄期間嘅自然現象。乜嘢係驚蟄啊？驚蟄係指雨水之後嘅節氣，佢嘅意思係蟄伏喺泥土入邊嘅昆蟲同小動物俾春雷驚醒。驚蟄代表萬物復甦，亦代表我哋生病嘅害蟲同埋病菌都會喺呢個時候活躍起嚟。因此，大小朋友都要注意衛生，加強鍛煉，定時作息，保障健康啊！大家喺驚蟄節氣會做乜嘢噶？一啲澳門嘅華人會喺當日到廟宇或公共土地神壇進行祭白虎、打小人等儀式，祈求驅除蟲害、病害、消災解厄、事事順利，非常熱鬧。呢啲民間民俗固然帶有迷信嘅成分，但佢卻係本澳具有本土地方特色嘅傳統習俗同宗教行為嚟㗎。春分，春分就係春季同日夜都喺呢度平分嘅意思。之後嘅日子，位處北半球嘅我哋開始進入日長夜短嘅生活啦。喺呢段時期，南方嘅農夫忙於耕作灌溉，處處呈現繁忙嘅景象。春分時節，中國民間有放風箏嘅風俗，喺嶺南地區有食春菜嘅習俗。春菜其實係一種野莧菜，喺屋企入邊會同魚片一齊煮成春湯，有祝願家中老少身體健康嘅寓意。大家一齊過嚟試下春湯啦！
清明，到咗清明，太陽直射我國南方，日夜溫差縮細，天氣晴朗，春光明媚，正係適合郊遊踏青嘅日子。未食5月中，寒衣唔入籠。雖然清明之後天氣慢慢變暖，但冷空氣直至小滿，仲會不時影響南方嘅天氣。大家要繼續注意天氣變化，避免着涼啊！不過清明俾我哋認識，唔單止係因為佢係24節氣之一，更加因為佢已經逐漸同上巳節、寒食節融合成清明節，成為中華民族嘅重要傳統節日之一。清明時節，人們祭祖掃墓、外出踏青、插柳枝等，呢啲傳統嘅習俗受到人們嘅重視，一直傳承落嚟。穀雨，穀雨係春季最後一個節氣，穀雨嚟到，氣溫慢慢回升，雨季亦都嚟咗。農作物由於受到雨水嘅滋潤而茁壯成長。喺黃河流域地區流傳有穀雨祭倉頡嘅風俗。傳說倉頡係協助皇帝記錄歷史嘅官員。有一日，佢因為觀察大自然嘅活動規律同動物足跡而受到啟發，整理同創製出一套象形文字。倉頡造字嘅故事因此出現。倉頡嘅成功感動上天，就同人間落咗一場穀子雨，所以就有咗穀雨呢個節氣名稱啦。人們喺穀雨呢日祭祀倉頡，連聯合國亦都將穀雨定為聯合國中文日，就係要紀念倉頡對中華文明嘅貢獻啊！立夏，今日好似熱過之前喎。係啊，因為而家已經進入立夏啦。立夏係夏季嘅第一個節氣，表示夏天嚟到啦，氣溫明顯升高，雷雨漸多。喺我哋身處嘅珠江三角洲地區，農夫又開始播種，經過辛勤耕作，迎接秋天嘅收成。喺閩南地區，人們喺立夏會食蝦面，因為蝦同夏嘅發音相近，加上蝦熟咗變紅，食蝦面於是有祝願夏天吉祥嘅用意。我唔客氣啦，火火唔好偷食啊！唉，小滿，嚟到小滿，農作物嘅籽粒雖然仲未成熟，但係亦都欣欣向榮，生得好豐滿可愛啊！南方嘅小滿仲用嚟形容雨水嘅盈缺。如果呢個時候田入邊冇蓄滿水呢，就冇辦法完成餘下嘅耕作啦。立夏小滿，江河已滿。小滿嚟到，雨水令到江河漸漸滿起嚟，都表示大雨同颱風天氣變多啦。遇到惡劣天氣，大家要聽從師長同父母嘅話，留喺安全嘅地方，唔好亂跑亂跳啊！芒種，芒係指谷實尖端嘅細毛。芒種表示收割麥類農作物同播種稻穀。由於芒種前後係一年入邊耕作最繁忙嘅時期，所以一啲農夫又叫佢做芒種。喺南方，一啲早稻到呢個時候已經差唔多成熟，可以收割；而晚造播種亦都要喺呢個時候完成啦。芒種前後係端午時節，我哋會食粽，好似鹹水粽、鹼水粽同果蒸粽等。諗起嚟啊，都流口水啊！仲有賽龍舟同埋游龍舟水啊！睇下嗰邊正喺度進行澳門國際龍舟賽啊，好緊張刺激啊！夏至，夏至嚟到，代表炎熱嘅夏天開始啦。呢段時期開始，我哋稱之為盛夏。夏至呢一日呢，北半球嘅白天最長，黑夜最短。之後嘅日子呢，白天就會越嚟越短啦。夏至過咗，我哋可以買到好多時令水果，荔枝、芒果、菠蘿、西瓜、哈密瓜多不勝數啊！小朋友啊，你哋中意食邊一款啊？小暑，
小暑嚟到，代表盛夏中最炎熱嘅時期開始啦。但仍未到一年中最熱嘅時候喎。呢個時候吹嚟嘅風都變成咗熱風，雨量增加，有時候仲會出現狂風驟雨添。我國傳統有句說話，熱在三伏，指嘅係盛夏中最熱嘅時期，大概喺小暑、大暑同立秋3個節氣。大暑，小暑小禾黃，大暑滿田光。大暑係夏季嘅最後一個節氣，氣溫炎熱多雨，常有雷暴或颱風出現，但卻十分有利農作物嘅生長，所以都係稻米、玉米、瓜果等多種農作物收成嘅時節。喺大暑嘅時候，嶺南地區有食涼粉或食龜苓膏嘅習俗。好好味啊！咁熱嘅天氣最啱食涼粉啊！係啊，涼粉係由仙草熬煮而成嘅一種甜品，有消暑嘅作用。龜苓膏主要係用草龜嘅龜板、土茯苓或加配甘草、金銀花、菊花等煉製而成嘅一種凝膏，可以清熱解毒，但體質虛弱嘅人唔適宜多食。立秋，大鳩啊，立秋係唔係秋天要開始嘅意思啊？係啊，但係喺我哋身處嘅南方，全年最高溫嘅日子仲未過去，天氣依然好熱。呢段日子嘅高溫，我哋又有秋老虎嘅叫法。咁點解呢度立秋嘅氣溫仲係咁高嘅？因為呢個時候太陽直射嘅位置已經從南方大陸轉移到海面上，但海洋吸收嘅熱量大，散熱比陸地慢，於是海洋上高溫嘅時間都會長一啲。而呢個時候嘅夏季風又係最旺盛嘅時期，季風會將海洋嘅熱量帶到陸地上面嚟，所以呢度嘅天氣依然係酷熱噶。大家一齊嚟游水呀！每次講到玩嘅時候，我果然第一名。處暑，到咗處暑，農作物逐漸成熟，炎熱嘅天氣即將告一段落，氣溫開始慢慢下降。但有時仍然會出現全年最熱嘅天氣添。呢個時候，海上吹東風，北太平洋西部同南海一帶生成嘅熱帶氣旋，亦即係俗稱嘅颱風，常常影響或登陸我國南方。所以處暑係颱風較活躍嘅節氣。當颱風有可能影響澳門時，大炮台同東望洋炮台會懸掛風球信號，提醒大家注意風力同天氣變化。風球信號以不同嘅數字、形狀同燈號表示，數字越大，風力同天氣變化越大。小朋友，颱風嚟到嘅時候，我哋要留意天氣變化，注意安全啊！白露，咦？點解草上面有咁多水珠嘅？啱落雨啊？唔係啊，呢個露水，因為而家係白露嘅節氣啊嘛。白露嘅原意係指空氣中嘅水汽喺晚間遇上冷空氣而形成凝露。喺我哋身處嘅中國南方，雖然呢啲時候睇唔到呢種情景，但係風向漸漸轉為偏北，天氣亦就慢慢轉涼，同埋變得乾燥啦。睇下天上邊好多燕子啊！係啊，嚟到白露節氣，北方嘅燕子、鴻雁等候鳥準備飛往南方避寒，雀鳥們都會儲起糧食，準備過冬。秋分，太陽喺秋分直射赤道之後就移向南半球。呢一日，地球大部分地區日夜平分，秋天都啱好過咗一半，所以就叫做秋分啦。從呢日起，我哋嘅白天會變得越嚟越短，黑夜會越嚟越長。呢個時候，北半球地面上面獲得嘅太陽熱量會逐漸減少，天氣會逐漸轉涼，日夜溫差亦會越嚟越大。秋分亦係中國農民豐收節嘅大日子，全國各地都有慶祝嘅活動，高高興興咁展示呢一年嚟農民辛勤勞動嘅成果。古代流行喺秋分祭月、賞月，
但係秋分嘅具體日期每年都唔同，唔一定可以見到又圓又大嘅月亮。所以收尾大家祭月賞月嘅民族活動就從秋分佢喺中秋進行啦。寒露，好攰啊，仲未到咩？而且感覺越嚟越涼。寒露意味住氣溫降低，天氣寒涼。喺北方，草木上嘅露水快要凝結成霜啦。北方嘅農民開始種植冬小麥。睇呢個時候，最後一批顏料開始出發，飛往南方過冬啦。菊花亦喺呢個時候盛放。小朋友，我哋一齊嚟賞菊啦！霜降，哦，咁點解銀杏葉上面會有咁多冰粒噶？嗰啲係霜嚟噶。阿活真係聰明啊！到咗霜降節氣，黃河以北地面嘅露水開始結霜，長江流域如果遇上較冷嘅天氣，都可以見到霜。呢個時候，嶺南地區開始受冷空氣嘅影響，清晨嘅氣溫比較低，山區嘅草葉同石頭上都會出現露水，天氣越嚟越乾燥。立冬，喺黃河流域一帶，立冬係冬季嘅開始，農夫已經將農作物收成藏好，好多動物都準備匿埋過冬啦。喺嶺南地區呢個時候，好多地方嘅平均氣溫都未到攝氏10度以下，所以只能講係寒潮活動嘅開始。乜嘢係寒潮啊？當北方嘅強冷空氣向南方侵襲，導致一日內氣溫急劇下降嘅現象，就係寒潮。根據統計，立冬同小雪呢兩個節氣所在嘅11月係寒潮發生次數最多嘅月份，因為喺呢個秋冬交替嘅時節，強冷空氣嘅侵襲較容易出現大幅度嘅降溫，引發寒潮。呢個時候我哋要注意保暖禦寒，因住凍親。小雪，到咗小雪節氣，黃河流域中下游同淮河流域開始降雪，一般雪量較少。喺嶺南地區，當冷空氣南下，呢度逐漸變得多雲有雨，氣溫下降，小雪先係冬天嘅開始。有個俗語話：小雪醃菜，大雪醃肉。從小雪開始，農家開始用鹽或漿去醃製鹹菜、臘肉等，以準備冬天同過年之用。廣東嘅臘味咧好有名噶，常見有臘腸、潤腸、臘鴨、臘肉、臘魚、臘內臟等，林林種種。哇，香噴噴啊！秋風起，食臘味，熱辣辣嘅臘味煲仔飯係秋冬季節嘅經典美味啊！臘味雖然美味啊，不過少食多滋味，多吃壞肚皮啊！知道。大雪，到咗大雪節氣，天氣比小雪更凍，黃河流域以北降雪嘅可能性就更大啦。係啊，嗰度已經進入萬里雪飄嘅季節啦。四周圍都披上一層層嘅白雪，就好似身處白色嘅童話世界，好靚啊！呢個時候太陽直射點快要接近南回歸線啦，北半球基本上都係日短夜長。所以有句文言：大雪小雪，煮飯不歇。意思係呢個時候嘅白天已經短到可以連住做早午晚3餐飯啦。哈哈！冬至，冬至係太陽直射南回歸線嘅一日，都係北半球一年之中日頭最短、夜晚最長嘅一日。雖然呢一日北半球獲得嘅太陽熱量最少，但係唔係全年最凍嘅日子。古人認為冬至之後，日照時間逐漸增加，萬物滋長，所以冬至嘅係節氣，都係一個傳統嘅重要節日，有冬大過年嘅講法。呢一日被視為新一年嘅開始。喺我國南方，食湯圓係最流行嘅傳統習俗，寓意團團圓圓，又長一歲。北方呢就係中意食餃子等食品，有驅寒嘅效用，
亦有團圓同埋吉祥嘅意思。澳門居民大多數都好重視呢個節氣，除咗祭祀祖先、食湯圓之外，仲有做冬、食冬至飯嘅習俗，一家人圍埋一齊食飯，真係好開心啊！小寒，過咗元旦之後，小寒開始咗一年之中最凍嘅時期。既然寒有大小之分，咁小寒凍啲定係大寒凍啲呢？根據統計，澳門小寒比大寒凍嘅次數更多，連最低溫度都係小寒低過大寒。大寒，大寒係24節氣嘅最後一個節氣，呢個時候寒潮經常南下，大風低溫，北方地區嘅地面積雪唔化，四周圍都係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凍嘅景象。但係嚴寒過後呢，春天快要到啦。係啊，大寒一到，農曆新年都就嚟到啦。大家都忙住洗邋遢、布置裝飾、準備年貨，為嘅就係迎接新春到嚟，大家高高興興過大年。祝願各位小朋友快高長大，學業進步。